高雄的鸟青湿地这几年因为有外来种气候的入侵，也影响到台湾原生种生物的生态。高雄市的野鸟协会今年就举办钓鱼证的方式，或者让这寡爱钓鱼的人会当来这钓鱼，减少拄外来种。钓客手提着鱼钓啊，甲鱼竿弹出去，无偌久时间就掠到鱼啊。钓起的这只就是危害台湾原生种的泰国鱼好。鸟青那么地出现包括泰国鱼好、高带甲乌龟鱼等等外来鱼，所以高雄市野鸟协会今年利用钓鱼证的方式，来开放钓客斗相共来掠外来鱼，短短1个月时间就钓到14只外来种的鱼啊。是举办钓鱼证的话，它是一个课程，然后再马上经过考核。那如果只要通过的朋友都可以核发钓鱼证。那有了钓鱼证之后，就可以凭证来湿地这边依照我们开放的时间进行外来种鱼类的移除。其实这几年各地拢有外来鱼种的困扰，因为外来种的鱼啊，会食原生种鱼啊，也是鸟类，会破坏生态。为了保护那么地内底原生种，钓客拢会准备架鱼竿来钓，袂破坏生态。钓鱼用的生饵基本上有些都是用化学物去调制而成，所以它其实对水质的污染是蛮严重的。然后也有可能让一些原生种的鱼身上沾染的一些味道，反而被一些外来种的鱼吃掉。这样，这项钓鱼证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实施，能提出报名，当做22位钓客通过，才有钓鱼证。平常时就当有约钓鱼，因为效果袂歹。高雄市野鸟协会按说明年阁会继续办，毋望会当移除外来种，维护生态平衡。记者钟义辉、顾昭勇高雄报道。